安尼来鸟100只一个琵琶毛树。鸟到一般个连根本就毛过去，迄伊毛落来发就伊钻进去。事到如今，还是哇，很多呢有哦。现在毛相同，有差哈。好大，你看这一条。我们来看有没有。哦，他伊都在啊。我哋沙巴噶，大家好，我係沙巴，哎，八嘎，我哋係沙巴噶。哎，八噶，你们等下来鸦片我赤脚就底下鸟东西，啊，唔过今日年代也是鸟嘛，见咯。鸟我哋频道出现过最大的老魔，老魔，我就叫危害最大的，会钻孔的，会破坏合体的，鸦片就有以前一款货的。你都可摆准球的，拍绿的是干嘛？哦，你讲唔的咩喏？琵琶树按大按太无款大啊！哦，可是也个俺的频道吼出现了假摆哦，安尼发现今日移除以前鸟伊都赞哦，去按岛那鸟的。 60只老魔，拜托，50只去俺因用凊彩，标下落去凊彩鸟拢有60只， 60只。啊无70只。俺感觉70只、60只去拢看唔得啦，根本你既然根本你爱鸟一个琵琶树的吼，拢已经爱鸟到亚种物种，俺能就尽可能推清楚。唔好讲啊，100好冇？俺能来鸟100只一个琵琶树。毛鸟到100个连根本就毛过去。好，来，俺能来出发。来出发！喂，达人，达人来哦！你们来了，你来们好。先，当然，刚刚今日带人去鸟一个琵琶树。哎，没错，啊，谈咱的公司贵有自信，今日俺能目标要鸟100只。有啦，这种东西多得像垃圾一样，这要多难。啊，那我们今日有准备什么个东西要带人去吗？有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工具。嘿，你们认识吗？有没有俺的老朋友蛇龙吗？会用吗？有什么调不用的啦？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我再来跟你们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这个蛇笼的用处。这里我们通常会这样子竖着，打这样一个结就好了。嘿然后等一下这样子拆开来，就直接收货，这样倒出来，嘿就好了。那这一端就是我们绑着看，固定在什么地方，类似障碍物后面，不要让它流走，然后它会从旁边这种洞，哎进去，然后就跑出去了。当然，俺的底部要用一个那个鱼饵啊。不用啦，这种东西它的习性就是在河里遇到洞就想钻。现在100只就鸟到的哈。 100只 OK 啦，好啦，垃圾鱼有洞就钻，来吃饭。走。当然，俺上门鱼哈啦，俺真是底底一个垃圾鱼清坏啦。啊，不过做乜嘅吼，俺哋我呢，贴配来做移除。我们这个垃圾鱼对我们这边台湾的生态原生鱼类危害很大。我们台湾的原生鱼类其实都没有什么防御的手段，它一次可能就会把它整个族群的卵都吃掉，然后再加上它也会去吃鱼的黏膜，然后鱼的黏膜对我们那个鱼在水体里面保护很重要。就算是大型鱼被吸到黏膜吸到没有之后，它在水体里面遇到病菌，它就少了防护，也是很快就会死掉。然后它的繁殖力也很强，重点是它身上那一层鳞片与其他的鱼不一样，像一层的壳一样。台湾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它的天敌，一来没有其他生物想吃它，二来也没有其他生物有办法吃它，它就会一直繁殖下去。啊，俺哋东西安快，最快是慢啊，还是用的恁来的台湾哦。大概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水族业者开始有大量引进一些观赏性鱼类，水族业者是为了推广，是说会去清除水族缸的青苔，可是其实这些东西是在水族缸中是不够它去吃的，然后它的体型也会长到说没办法看到一张安太早哦，可以到很大，至到1公尺的都有。水族的爱好者养不下去了，就野放，野放又没有天敌，就会一直扩散，一直扩散。基本上要来可以清除来100只，有问题吗？100只，100只，100只，出发。看那边好像是蛮适合的，两个流交汇的地方，中间会有一段缓流，记在那边应该会比较多垃圾鱼在那边聚集。等一下我们的蛇笼可能就是照着这个流的方向这样子拦截过去。对，我们在顺着水流。然后它如果说有遇到障碍物的话，有遇到洞的情况，它就会进去。有洞就会钻，有洞就钻。哎，对。还要记得注意安全，我们这个要随时看一下前面的水深，然后我们蛇笼就可以开始放下来，再先把这个结打开来，绑着它这里基本上鱼从里面是冲不开来的，这里打一个活结。没丢掉。不会啊，这就是我们固定的目的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靠过来一点，我们想要让它在水深一点的地方。琵琶鼠它如果在白天的话，有喜欢在阴暗地方聚集的习性，我们可以的话尽量让这个蛇笼的范围在水深一点的地方。
还要压石头吗？对，因为我主要这次的目标鱼是底栖性的特色鱼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它的那个网子整个是贴浮在底层，这样抓获的几率会大一点。压很多啊，压2颗就可以了。我们放进洞里面就可以，我们就尽量贴近它的泳层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水比较浅一点的地方，它基本上都有贴到底了。我们就是深的地方也放，浅的地方也放，我们增加我们的收获率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在挑选点的时候看到这个水芙蓉，它会在上面形成比较偏向鲢鱼类习性的鱼，它会比较喜欢聚集在阴影处。我们有时候会特别去挑这种地方。这片做这下达人，有阴影啊，又出来天然的固定物呢。哎，不错哦，一来就学会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在那里试试看。手轮就好了没？哎，打两个结就好了。在这边帮你们收集补品。啊，你会在那里啊？啊，那边太深了，我太矮了，下不去啊，会被琵琶鼠吃掉。来放开来就好了哦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来收获吧。俺个电竞该做嘅。走，去吃午餐。好，俺哋头已经各位2点钟，俺哋认识的同组的，今日俺哋就来树上看到，看咱有撩到，俺哋蛇龙有撩到一个琵琶树毛。走，出发。喂，下主条毛你条会不会寒的呢？会冷的，哎喂！哦，下主条有个水果多，有东西嘛？有冇？没有呢。啊，去看其他的。好，这里还没有呢。啊，好烂哦！哇，哎，嘴巴开太大了。对啊，达人，你不是100只随随便便？来，今天不太随便。啊毛，你看，有啊。中了呢。能2只哦，2点钟能2只。我们才放2小时而已，就开始有鱼进来了。哦，看起来就很坏呢哦。这个对我们原生种真的很坏。看有冇？来，没有。好啦，达人放饵料了啦，放一点饵料啊，来点秘密武器啦。好，来搞一些东西啦，毛。事到如今，看来今天没拿秘密武器不行。你是真的有秘密武器，还是你要去赚？没有啦，有真的有秘密武器啦。有什么秘密武器团的小给汉毛拿出来我们来啊！哎，今天没拿这个秘密武器出来不行了。这什么 K 啊？没啦，奶粉北贡满粉呐，奶粉，最车的、最新的，越新它越爱。越新越爱哦！天哪！然后我们主要把它放到这里，它不会直接被冲到最后面去，不用太多，它只是主要是要把鱼引诱过来。哦，达人讲，有秘密武器不用啊，1点钟、2点钟，那琵琶鼠全部就抽过来。可以摸来发就一种。好，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哦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蛇笼里面有没有抓到什么巨物。对巨物。各位3点钟的啊。哎，对，够3小时了，我们可以来收收看了。好，还是哇，很多呢，有哦，有秘密武器跟抹熊桶有差哈。你看后面还有好大，你看这一条，好多，你看都在后面，都在后面。哎，达人，我之前有看过，后头也 help boy 也懂。对啊，他要是说在这里面挣扎的话，他到最后会在流尾这边他最不需要在那边挣扎，他就直接在这边没有力气了之后，都集中在蛇笼的尾部了。哦，我们来看现在这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很多哈，那个都集中在都集中在前面，集中在前后呢。有啦，秘密武器有差哦。来，我们来看有没有。哦，他伊都在啊。2、3、4、5入面就5只嘅呢。啊，后面哦2、3、4、5、4个人只。会抖哦。我们现在水好像变比较湍急了，我最后一笼我去拿就好了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很多吗？不知道的，我才刚拿，你没看到吗？怎么一只都没有呢？有。哎呦，都集中在尾端了。是啊。可能这一栏也是10几只吧。脚拖上去了啦，这样子还会卡到石头哦。哦呀，这太窄哦，大鱼路网。哦呀，米青头呢，青头站呢，顶头哦。你看安导。哎呦。哦，反正总算是团的那渔获搬上来哎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渔获量有多少吧。马上就要见证时机了。见证奇迹，还有100张哦。一层又一层哦。俄罗斯套娃，俄罗斯套娃。1、2、3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
10，哎拄好50，嘿，无100啦，无100啦，一般啦。唔使嘛做地嘛唔会差的啦。基本你还成绩，本来讲100，啊不过一开始蛮讲我讲50，系咪？伊讲50，真实就51扎。我打的啦。好啦，基本你的成绩51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个人，我们就各选一只最大只的啊。等一下我们就来料理我们这3只，哦，也真是太赞呢！你看，纯的咯，剩的就地掩埋，就夹片就地腿，就地解决就好。嘿，哦对，消灭外来种啦。对，消灭外来种。那我们今天任务圆满达成。耶！前往料理，出发。主要取的是它的这背这2块肉，从腹部会比较好下刀。我呀妈有乱呢！嘿，有母的。哎呀，乱做的是哈。不建议吃，因为大部分的鱼类都是，如果说毒素很多，都会积存在它的生殖腺里面，包括蛋啊，或者公的会在精囊里面。那这边剪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沿着它的这个肉跟皮的交接处，那这样子，一条肉就这样取下来了。哇，一条鱼的无一头牛呢哦。那去买不就很不划算？所以没有人卖啊。然后我们刚杀完就直接进厨房料理了。然后这一道是我们的盐酥枇杷薯，盐酥枇杷薯，对，然后这一道是我们的3杯，然后这一道是我们的沙茶炒枇杷薯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枇杷薯蛋，再煎蛋，然后再9层塔。然后这一道的话就是丝瓜加那个枇杷薯，对，我们的枇杷薯片肉这样子。你是丝瓜蛤蜊，你是丝瓜枇杷薯，嘿，对。哇，超红的，看我买几好食咯。不过看到也是还是要有时话咸咸啦。不过达人团员讲的，基本你水域拢算够呛的，哦，都够干净的，或者生起来够做得啦吼。哎，对。好啦，安心食用，来，一人亲。好来。其实生起来滚润呢，几好食咯。无见来生唔咧米线，好多安厝更加吃拢来，米都冇的哦。几好食，大蛮好食咯。对啊，来吃吃看，那个沙茶三茶的色粉哦。 3杯跟沙茶。哦，沙茶米丝青红呢，跟豚嘅沙茶米丝青饺，哦，整个都很融合的感觉。 3杯嘛过香哦，又带一些辣，豚只个乐色原米丝都抹起来。不要讲垃圾鱼，枇杷薯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比较有特色的枇杷薯蛋，然后再煎蛋。哦，就都看你吃的是个乱弄蒙啦，看我又唔会查呢哦。那唔会查，入出个咸酱呢，来这条，来，倒车呢，按好的手艺吼，我煮饭爱认真。好啦。 无相当的呢，一个对环境按破坏，按上样等于强的一个枇杷薯吼，要做就变做按好食的料理。不过吼，大家你一定要记得讲，一个一定要水有个呛的蔬菜，按个圆形的蔬菜呀，枇杷薯能做得吃。唔会讲哦，凊彩个也准球的啊，也臭水沟的地瓜的枇杷薯，可能是凊彩里面来吃，吼，整体看可不可以生出事情来。好，各位倒车吼，今日你带人来拿一个枇杷薯。 算过辛苦啦，哦，虽然无达到我的目标100只，不过吃炸蛮厉害的。好，再一摆来掌声鼓励本来的阿平，好，多谢你的达人。好，我最后我沙巴，哎，八嘎，我沙巴嘎，我们下一拜见，拜拜。